我们各地的圣徒，还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聚会的时间已经到了，让我们预备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让我们一起来听序乐轻颂主在圣殿中。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招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在主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感恩。你说我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能要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也把感谢为祭献上给你，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来就近到你的面前，都能够蒙你的施恩看顾。虽然在疫情严重的当中，我们仍然凭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领受你的话在我们的心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圣灵工作在我们当中。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上帝。我们来唱新灵粮诗选38首，拥戴我主为王。或者是我们可以跟着我们的影片上的歌词来唱这首诗歌，拥戴我主为王。拥戴我主为王，升高在宝座上，倾听天上歌声悠扬，乐声压倒群响。我灵苏醒同唱，颂主为我受伤，欢呼他为至大君王，千秋万岁无疆。拥戴我主为王，他是仁爱之王，他手他足了旁受伤，今仍显明天上。我等奇妙奥秘，发出荣光芒，天使惊奇不敢仰视，同父同颂扬。拥戴我主为王，他是和平之王，普天之下战争停息，和平统治四方，遍地道颂声扬，国权万世永昌。
拥戴我主为王，他是万世之王，宇宙天地乃主创造，荣美无可比量。起来颂赞救主，你曾为我受死，赞美之声永不止息，永远感恩不已。阿们。让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主。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周报上面，或是在我们的 PPT 上，我们都有这个使徒信经。让我们一起来同诵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起应上帝的话。诗篇130篇，我们请翻到诗篇130篇，我们一同来起应上帝的话语。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实体上面可以有互相的起应，所以诗会这边会从第1节念到第8节，请弟兄姐妹在这个自己的家里，或者是我们的荧幕前，我们也一起来同诵在黄色字的地方，请大家来应。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啊，你若究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打开周报，在我们的代祷意向上面，让我们用这里面的内容来成为我们公众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至圣的宝座前，我们在这里祷告祈求，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关心我们自己的需要，也关心弟兄姐妹，或是更大的范围，甚至是国度的需要，我们都带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为着在中亚的国家乌兹别克来向你献上祷告，愿你恩待这个国家，
让这个国家有基督信仰能够进到他们的生活跟生命文化中，使国家的百姓能够认识基督的信仰。主，我们为着我们在中部教区的逢甲卫理堂来向你献上祷告，愿你施恩来看顾我们的汤祖和牧师，让他在那里的服事侍奉都能够满满恩典上帝的同在，以致他能够在那里能够更加的得人，传道同工在那里身心都得健康。主，我们也为着我们台湾的政府首长、行政官员、各级的官员来向主你献上祷告，愿你赐给他们有充足的智慧能力在他们的身上，好让他们有智慧聪明，能够制定好的政策计划来帮助我们的百姓。特别在现在疫情的情况当中，让我们的这些的行政首长、政府官员，他们所做的能够正确做好的判断，使我们百姓能够蒙福。主，我们也为着我们在台湾的儿童跟青少年能够受到很好的完善的知识教育跟品格教育来献上祷告，愿你恩待我们这些儿少、青少年、儿童，让他们在未来的年日当中为你所使用，并且能够在他们的世代当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最后也为着这些在第一线防疫的这些的医疗人员还有军警人员向你献上祷告，愿你保守他们都十分的平安，特别他们在第一线的工作上需要你格外的恩典，愿你恩待他们，让他们在一切的所做的工作跟服务上面使人得益处得帮助，他们自己本身也能够有很好的平安跟安全来防护。谢谢主，你恩待我们，谢谢主，你也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课，在撒母耳记下第1章第1节，还有17到27节。哥林多后书8章7到15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这2段的圣经。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1章第1节，还有17节到27节。如果有圣经，请我们翻开来；那如果没有，那请弟兄姐妹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撒母耳记下第1章第1节：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在喜格拉住了2天。17节：大卫作哀歌，调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且吩咐将这歌教导犹大人。这歌名叫弓歌，写在亚萨尔书上。歌中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什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人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矜夸。基利波山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作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约拿单的弓箭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非泼勇士的油不收回。扫罗和约拿单活的时候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嚎，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英雄何竟在阵上扑倒，约拿单何竟在山上被杀。我兄约拿单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
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英雄何尽扑倒，占据何尽灭没。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7节到15节。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7节到15节。新约哥林多后书8章第7节到15节。翻到一样，我们同声来读。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词汇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你们手下办这事，而且此心已有1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阿们。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正道的经文，在以弗所书3章，以弗所书第3章14节到21节。以弗所书第3章14节到21节。翻到我们一起同声来读，或者是请大家来听这段的圣经。以弗所书第3章14节到21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还有听他话语的人。感谢主，我们今天邀请校园团契陈文芳传道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明白基督的爱。我们请陈文芳传道。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聚集，但是相信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工作，绝对不会因着空间而限制。你已经准备好了吗？你心预备好了吗？愿我们接待我们的神进入我们的心中，恳求他引导我们，在今天他的话语中，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深深的经历到他的同在。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经常的感受到
或许环境有许多的压迫，或者是遇到许多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却可以有那样子的盼望，知道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在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面对各样处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不一样的眼光来面对，有从你而来的勇气来坚强。主，就求你今天也透过信息，透过你的话语，也透过我们一起在读的过程当中，主帮助我们来思想在各样的情况当中，你是怎么样的帮助我们超越我们想象的限制、思想的限制，使我们看见主你的全能和伟大。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感谢神，让我们可以今天一起在基督里一起聚集。我常常在想，基督徒呢，在面对这个时候，在面对各样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到底跟不是敬拜上帝的人有什么不同？我们也会遇到困难，我们也会遇到挫折，基督徒也会感冒，甚至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也会担心我们受到疫情的影响，甚至感染，所以我们也很慎重的，就是做好我们应该当做的卫生的预备。好，在这当中自己也要做好自己的保护措施等等。那这样子，到底基督徒跟这个世界的人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校园福音团契有校园书房这个机构，好，然后呢，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书籍可以服务广大的华人基督徒。有一件事情呢，我印象很深刻，也让我体会良深。我们曾经想要出一本哥罗西书的解经书，它的原文呢，就是它的英文直译过来叫做颠覆邪恶帝国。那我们如果希望能够服务广大的华人基督徒弟兄姐妹，那我们取这个名字，在中国大陆这么严格的审书当中，这个书名就很难通过，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心里想，怎么样可以取不这么敏感的书名，但是我们又希望不要消减福音的能力，那样子的全能，上帝的威能，上帝的权柄的触及万有，不要受到这个消减名字改变的限制。好，这时候呢，我们就开会讨论，这个名字要怎么样取比较好？原本作者的书名是《颠覆邪恶帝国》，它的确是我们基督徒所抗争的，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我们所颠覆的邪恶帝国，不是这个世上的国，乃是这个恶者的权势，是我们想要谈的，是比这个还要更广的。后来大家想一想，我们会取什么名字呢？我们后来把这一本书的书名取名叫做《世界是耶稣的》。世界是耶稣的，就是即使我们在面对不同的处境，即使这个邪恶势力看起来从各个面向，不管是从环境当中，或者是从我们实际的社会处境所遇到的事情，或者是人性的黑暗等等，甚至我们心中的软弱，我们都知道这邪恶的势力无所不在。但是我们却透过这个书名，想要告诉这个世界，想要告诉每一个人，这个世界是耶稣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有一次我在博客来看最近有名的书，好，或者最近畅销的书，好，我发现有一本书名叫做《世界是野兽的》，我就发现没有错，就是这是我们基督徒也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跟这个世界有所不同的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谁掌权，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倚靠他，我们可以怎么样透过他所赐的能力来面对这一切，不管是恐惧、不安，或者是这个世界的破碎。在今天我们所谈到的以弗所书里面，以弗所这个地方，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他们同样也面对到这样不同的处境，就跟现在的基督徒一样，我们总是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需要去选择，我们需要去想一想，心里要有一个定夺，我要活出这个世界是耶稣的，还是活出放弃了这个世界是野兽的，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在这当中，透过这一卷书，我们来看保罗的眼光，我们来看上帝给我们的盼望。在以弗所这个地点，它位处于交通的要道。保罗曾经几次到了这个地方，有次是透过海路到了以弗所，有一次是透过陆路从东边走路过来。好，然后在这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交通要道，这是当时的第4大城市，人来人往，所以受各样的文化影响，不管是世界的文化，或者是保罗在这当中传福音，使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到这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的生命当中，的确常常体会到这两者的征战，他们需要面对这样的选择，他们也需要有那个勇敢去活出这样子的选择。如果大家还记得《使徒行传》在第18章的时候，第19章的时候，那时候呢，保罗在这边传福音，好，可是呢，这些人是相信亚底米女神的，好，保罗在这边传福音呢，大大的得到功效，有许多人因着看到保罗所行的神迹异能，甚至呢，有人就看到他所行的这些神迹是奉耶稣的名，就能够行许多奇妙的事情。所以呢，他们想要模仿。好，在这当中呢，就有人就说，在遇到要赶鬼的时候，他就说：“我奉保罗所传的那个耶稣的名，叫你出去。”这个鬼就跟他说：“保罗我也认识，耶稣我也认识。那你是谁呢？”好，这时候呢，想要靠赶鬼得利的这一群人，马上吓得落荒而逃。在这个城市里面呢，他们看见保罗所传的这位耶稣基督是蛮有能力的，而且呢，他不是一个让人利用的工具，而是呢，他是一个真实的掌权者。好，所以在这个充满异教的环境当中，我们看到神的道大大的兴旺，但是我们也看到，当神的道大大兴旺的时候，逼迫也跟着来。这时候呢，就是有人这些亚底米女神的这个宗教产业链，好，有人卖这个异教的书的，好，异教的神龛的，异教敬拜的器具的，好，他们呢就起来反对保罗。因为他们快要没有饭吃了哈，因为这一群人呢，当他们信耶稣以后，他们就把这些神像，把他们这些经书全部烧掉，好，大大的影响他们的生意，好，所以这时候呢，这个反抗的势力就起来逼迫保罗，以至于保罗不得已需要离开。但是即使保罗离开了，上帝的道仍然在这边继续。因此，由以弗所书让保罗写信给在这边的弟兄姐妹，他们有许多人是外邦人。外邦人意思就是说，他们原本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却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成为神家里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本书的作者当中，保罗他是一个跨界的人。他呢，本来对于信仰的认识，就是在于犹太教的信仰里面。但是当他认识耶稣了以后，当他知道上帝拯救的计划是透过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的时候，圣灵就引导他明白从旧约到新约上帝拯救计划的进展。因此他就有那样子的确据，他就有那样子的勇气，他也有那样子充满传福音的热情，去超越传统，去深入的理解上帝的救恩。即使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还没有遵行律法的时代，上帝律法还没有颁布的时代，亚伯拉罕就因着信靠神而成为神所拣选的人，而且也成为神所赐福给许许多多的人的一个关键起始点。所以现在我们这一群外邦人，就是不是犹太人的人，我们可以因着这样子的信心，成为神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就是因着保罗那时候有这样子的勇气，有那样子跨界的眼光，有那个看见上帝国度的那样子的信心，因此他的服事就带来了许多的奇妙，彰显了许多的不可能。在第3章第1节到第7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呢透过保罗，就是保罗是因着要传福音到外邦，他甚至这个时候是在监狱里的，是看见似乎是在一个狭小的环境当中，没有办法再做什么来获得成就感的。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以弗所书第3章的经文，我们可以来感受保罗他的眼光，他看事情，他做事情的态度跟基础点是什么。他在这当中提到，他既领受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现在的我们就是正经历他那时候的信心实践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实践在我们现在真实的经历里面。他也提到他在那个时候的处境是怎么样。他在那个时候的处境，他说他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好，也是在第3章的第8节。好，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上下文更多的来深入体会保罗在这时候他的想法、他的感受和他的处境是什么。他说他是微小的，其实当然我们知道这一部分是他的谦虚，但是他也在表明他的实际的经历，就是他比这些跟随耶稣的人更慢成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在大马色信主的经历。好，但是呢，上帝仍然拣选他，赐给他这个恩典，让他看见这个盼望，让他看见这个使命，他就为此劳力，为此奔波，为此费心，为此继续的将福音不断的透过当时候外邦人、犹太人可以理解的方式向他们解明清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那时候的处境，他原本如果不要跟随耶稣，他是名校毕业的，受教于加玛列门下，他应该是有身份地位的人。然后呢，但是他现在四处传福音，甚至有一些犹太人想要杀他。好，这些基要派的犹太人想要杀他，如果没有杀他就不肯作罢，以至于他需要逃命。他在这当中，他的环境是如此的艰难，
可是因着他的信心做出的选择，让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他的表达是这样子的，充满盼望，充满荣耀，充满渴慕上帝国彰显的那样子的心里的寄望，心里的努力的那个不懈的一个动力。好，所以从以弗所书第3章14到15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保罗的格局，以至于他开始了这个祷告。好，有一天呢，就是我在电视新闻上，就是看到新闻稿，那我就看到我认识的基督徒医生的名字。好，然后在这当中呢，我看到他加入了专家小组，在为当时疫情的严峻，然后这一波的感染去做出管控，去一起来商讨。然后我就想起，对，没错，他是一位感染科医生，我们很需要为他祷告，上帝在他关键的时刻，他能够兴起人，在这当中成为众人的祝福。所以在有一次的机会，我就私讯他，问他说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来为你祷告的，因为我们有看到这样子的新闻稿，我们何等的感受到上帝在这个时刻拣选你，在这个时刻他要你发挥他的影响力，而且上帝为这个时刻已经预备很久了。好，从他在教会渐渐的成长，从他在大学的时候参与学校团契，受到专业的装备。好，在这当中呢，有许许多多一起跟其他基督徒一起兴旺福音的经验。好，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上帝在运筹帷幄当中，在一个关键的场合里面，他可以按着他的旨意兴起他的百姓，成为那真正在这当中赐福人的、为人带来祝福的关键角色。他就说，请为他祷告。其实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有许多的决定是困难的，也没有人会想要故意做出错误的决定。那但是在这个时刻当中，他的角色就是幕僚，提供建言是他的本分。那是否长官会采纳，在通盘考量当中做出的决定是什么？就求神在这当中引导，这不是我能够控制的。可以为他祷告，让他可以在这当中能够做出清楚的分析跟建议，使长官能够在这当中做出正确的决策。同时他也需要兼顾一个中间的角色，就是跟他医院的幕僚团队做合适的安排规划，在面对这个紧急的情境当中，他们需要怎么安排，也有责任为社会大众解释他们现在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应变。所以他需要能够有勇气抗拒各样的压力，秉持的专业良知来发言。刚刚我们也有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来祷告。当我们以后再为这些医护人员来祷告，或者是为不同的需要、为不同的领域的人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地方有上帝所预备的人，即使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即使我们不认识他，但是上帝给我们那国度的眼光，我们仍然能够为他们祷告。在他回这样子的讯息的时候，这一段经文就进入到我的心中，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如果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如果我们在面对这样子困难处境的时候，我们不放弃，不愿意选择这个世界是野兽的，参与在这其中缴获，而是我们愿意在这当中积极的、主动的活出这个世界是耶稣的。我们要在这当中为人带来盼望，我们要在这当中透过上帝以前给我的装备，以前给我的带领，我在这个时候求神也继续赐给我智慧，让我能够说当说的话。这群弟兄姐妹，他们就是让我们可以感受到
有时候上帝也会在我们实际的生命当中这样子的来提醒帮助我们。我以前有一个学生，他在教会因着教会的传福音信主。好，当他在家里就遇到许多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深深的知道，在他高中的时间里多么需要认识耶稣。因此当他到了大学的时候，他心中就有负担，回到高中团契去陪伴他学校的弟弟妹妹们。即使他自己仍然有许多困难，但是他深深的经历到上帝的同在跟上帝的帮助是何等的真实。但那时候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因为并不是他的环境非常舒适，并不是他非常的有空，而是他心中的那样子的负担，带领他来这个高中团契，我们一起配搭来带这群弟弟妹妹们。现在他也到了偏乡去教书，加入了一个到偏乡教书的机构 Teach for Taiwan。 在这当中呢，他也看到许许多多孩子们的需要，甚至在这个疫情当中，他们第一线的感受到改为线上教学了，可是这一群学生他没有任何的3C 产品可以让他们在家学习，因此他们提出了他们的需要和看见他们所看见的学生处境，在这当中联系了有负担愿意为这些偏乡的小孩子奉献的一些单位，整个机构在这当中实际的把这些需要得到补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很不容易的处境当中，我们不是聚焦于看见我们自己的生命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而是有那样子的眼光，知道上帝必带领我们度过，甚至上帝也在这当中继续把那样子的负担放在我们心中，看到更多人的需要。因此保罗在第20节到21节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这样子的祷告超越人的想象与限制，超越人的思考与推理。在这当中他所用到的教会这个词，他说神能够按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中的大能大力，充充成就一切，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并在教会当中，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词，就是教会。教会这个词呢，在原文里面其实它没有翻译成教会这个词，它其实是一群人的意思。但是呢，它形容这一群人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是一群跟随耶稣的群体。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所做的方向，就是跟随耶稣的榜样，不是看见自己多舒适，而是更多的让我们看见他去关顾那些有需要的人，被排挤的人，甚至被忽视的人，让他们也有机会救恩临到他们的家中。耶稣的榜样也让我们看见是一个顺服的榜样，他上十字架顺服以至于死，为了成就这个救恩，使我们每个人因着这样子的拯救，能够回到上帝的家中。我们是否也不断的眼光是聚焦在耶稣的身上，看见他这样子的顺服，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可以认识上帝，而不是认识我们。在这个词里面呢，我们也看见他这样子的一群人，就表示他不是受空间限制的。我们现在在提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心里想的是堂会，是某某教会，是这个教会里面，这个堂会里面的这一群人。但是其实这个词它更多的也让我们体会，
他是一群跟随主耶稣的人。所以当我们周间在我们的职场当中，我们如果有其他的基督徒，我们这一群人就是可以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群体。我们就像圣经所说的，有2、3个人奉主的名祷告，主就与他们同在。在学校里，基督徒学生当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在这当中就成为一群跟随耶稣的人，也成为一群传福音、见证耶稣的人。所以从使徒行传来看，我们可以看见圣灵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以至于所到之处，我们就活出神的国度、荣耀与盼望，就用他的眼光，用他在我们心里的感动，我们就来回应他。这时候我们就不断的经历到上帝国的展开。所以他们因着信，人的荣耀神的荣耀就彰显在他们其中。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段里面，有空间上、地域上的进展。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也看见时间上的进展。他那时候说直到世世代代，你有没有很惊讶？他竟然有那样子的信心说世世代代，而我们就是那一群经历他盼望实现的那一群人，我们就是那一群蒙这样恩典的那一群外邦人，能够进到上帝家中的一群人。这也成为我们的鼓励。保罗那时候的所盼望的，上帝放在他心中的感动，现在实现在我们真实的生活当中。求神也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眼光，让我们的眼界可以开启，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多的聚焦在他的身上，看见他的心意，看见他的工作，看见他的旨意，直到成全。C.S. Lewis 有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他说：“我相信基督教就像相信太阳升起，即使我不是直接看见它，我们没有人可以直接看太阳，对不对？因为我们眼睛会受伤。这真的是让我们知道说，对，没有错，我们也没有办法直接说上帝是怎么样。好，但是我们透过圣经，透过他在我们这个属灵的群体，好，透过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断的经历，不断的看见他国度的展开，他旨意是何等的荣耀，而且也在这当中经历到他的爱是何等的丰盛。在这当中，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他的话语，透过每日的祷告，我们的生命与他相连结，真实的在这当中感受到，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主啊，你的旨意超乎我所想象的，但是求你帮助我，可以来跟上你。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因着你赐给我们的盼望，让我们在各样的处境当中，我们可以来看见你不同的作为。主啊，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你来拓宽，好叫我们能够承载你所乐意赐下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看见的你那国度的荣耀。主啊，我们愿你更多的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感谢神，我有这样子的机会能够来教会分享。那我也想要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校园福音团契的一些事工。所以接下来呢，有一个影片想要让大家来看，就是透过这个影片，大家也可以更了解，在学校当中，在学生的族群里面，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在这些学生的心中放下那小小的感动，以至于有机会认识他，有机会成为他的儿女。我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影片。有人邀请我去团契的摊位，然后我留了资料。大2的时候，心灵受到了一些创伤。在高中有很好的团契经验，教会的辅导一届的。姐姐跟我说，你之后的高中有团契，她邀请我去看看。是一个可以交到一生的好朋友的地方，充满着上帝的爱的地方。大家可以互相鼓励，然后互相帮忙。大家可以很放心分享彼此的事情的地方。大家都像家人一样，我们会一起吃晚餐，然后会一起做任何事情，可以让我好好的休息，预备自己来重新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的奋斗下去。因为去了宣爱团契，所以我遇见了耶稣，然后在团契里面慢慢的认识耶稣之后，最后相信了耶稣是我生命的救主。它改变了我在对大学里面的价值观，因为我觉得大学可能是一个非常多混乱世代的场所，那我觉得它确立了我的价值观，也让我在基督徒这个角色上面更能站立得稳。团契让我在对于学弟妹的关怀、传福音这个事情上，或是在各样的服事上，还有尤其是在圣经的话语的扎根，我觉得是对我整个生命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高3的时候，我常常跟2位同学一起留下来晚自习，然后吃饭。吃完饭之后，我们就会在学校里面散步啊，可能分享最近的状况，还有一些信仰的生命。在那些日子里面，我觉得我跟他们建立了很棒的属灵关系，也能够在这当中有很好的成长。我觉得带给我的影响跟学习是，当他们也开始愿意付出，愿意服侍学弟妹，愿意奉献，我觉得开始看见福音的种子在他们生命中开始发芽。学生是一个很好的田，你付出爱跟关心，他们是很容易感受得到的，而且他们有单纯的心，比较容易接受耶稣。在左中毕业的现在有当牧师的，也有当传道的，都是到左中团契才信了耶稣，甚至他们在他们的职场也成立了团契，他们也愿意把神的爱在他们的职场，让他们的同事都听见神的爱。我参加的高雄飞耀的营队是2013年的书包里的秘密。那一年刚好是我高3的时候，觉得这个营队对我的帮助不单是信仰上的造就，在我的生活中，我接下来志愿怎么选择，对我将来的选择有很大的帮助。那一次服务队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震撼，真的是一个很实质的福音行动。不管是跟小孩也好，跟老人也好，我觉得那都是很基础的，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的一种学习的方式。我觉得也是挑战我们的自信，挑战我们的勇气，让我们有信心去跟小孩、去跟老人讲耶稣的故事，跟他们分享原来耶稣是这么爱我们的。所以我觉得那一次的服务队其实带给我很大信仰上的成长。大营班是一个依循圣经的教导的一个营会，它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圣经，并且从圣经里面去寻找答案。大营班其实有很多自由的时间，就是自己查经的时间，透过读他的话语，然后可以感觉到就是和他的亲密嘛。我觉得就是可以更认识他，然后也可以在这当中有很多自我的学习、自我调整的时间。目前在整个大高雄地区，中学以上的学校有72所，每周共有35个学校团契聚会。在大学事工的区块，共有19所大专院校，许多学校是2个校区所负责的9个团契，有13个聚会点，同工常常需要奔波各地。双重校区的学校团契，两边学生关系难以凝聚，需要更多有福音心志的大学生愿意委身团契，活出基督生命的样式，在校园中展现不同于世俗的群体生活。在中学团契里面，我们需要许多的福音教师、大学生、毕业生等各方的人力一起来关心、投入这样子的侍奉。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成为团契的义工辅导，或是鼓励支持自己的子女投入学校团契的服事。金钱奉献也是您可以投入的一个方式。
学校团契的经费，我们常常仰赖的是毕业生、校园之友，甚至于学生家长的奉献，才能够顺利的运作。最后是主前的代祷，欢迎您定期的阅读高雄地区的家书，关心各个学校团契的近况。您代祷的手可以推动学生事工的成长，学生的生命也透过您的祷告，可以经历上帝的工作。大家在这个影片当中有看到你们熟悉的身影吗？好，就看到小健跟宇轩。好，那虽然呢，就是我们人因着调动或者因着需要有不同的状况，但是我们发现，就是这群学生们，当他们实际在他们所处的环境当中，所处的学校里面，好，所处的同侪团体当中，他们实际去给的时候，他们有基督的爱在他们的心中激励他们去付出的时候，他这样子的生命就会继续延续。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就渐渐的知道，最重要的就是我跟上帝的关系，他们的生命就被坚固。那接下来这张 PPT 呢，是让我们看见高雄团契现在的状况。好，不管是大学的团契，还有中学的团契。然后在这当中呢，我们感谢有许许多多一起在这当中兴旺福音的基督徒老师，还有弟兄姐妹的参与。那透过这样不同的团契，虽然都是小小的，好，就在这群人里面呢，他们一定不是学校的多数，他们是学校的少数，但是呢，他们却能够在这当中接触我们平常接触不到的学生。不要忘记了，这些学生。他们有5天是在学校当中的，所以他在学校当中活出基督徒的身份，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这更是锻炼他们生命当中那个跟神的关系更真实的一个体验的过程。我记得呢，就是有一个团契，就是我们在做新生工作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棒的迎新，好，然后想要邀请同学来到当中，这其实挑战也是很大哦。他们非常认真的预备，好，但是在那一次迎新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新朋友来到当中。可是他们为此感到很挫折、很难过，但是他们知道这个团契是上帝负责的，所以他们把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恳求。一起来祷告，同工团队一起来同心的仰望神，求上帝在这个团契当中的工作。后来接下来的社团博览会，他们就不放弃，仍然充满热情的积极参与。很感谢神，上帝就在这个机会给我们新朋友，甚至还带了一位之前是佛学社社长的学生。他说：“就是我读了很多书，好像最后都跟基督教信仰有关，所以我想要来认识一下。”他直接跑来我们的摊位，然后呢就跟我们接触，想要认识这信仰。后来呢，他真的非常稳定的参加我们的查经班。这团契呢，我们的查经班叫五读，就是嘉禾负责的，这是我带的平大团契。那在这当中呢，我们就看见他们共同的经历到许多在服事上的挫折，他们也不是关心每一位新朋友都这样子的顺利，他们在这当中祷告，在这当中有耐心、有爱心的来对待这一群进到我们当中群体的弟兄姐妹们。在这当中，他们也不断的去实践上帝的话语，所以这些团契呢的基督徒学生辅导，很需要大家在这当中的带导。感谢神引领我们可以在这当中一起同工。这是我们这一学期的许多大活动的介绍。
透过这些活动呢，我们希望邀请更多的福音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在这些活动当中，我们也希望基督徒有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有更好的栽培，更好的造就。好，所以欢迎大家来一起为我们祷告。那我列出2个代祷事项，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因为疫情的关系，许多活动受到影响，所以我们需要转为线上，也求神赐给我们创意还方式来继续接触这一群学生。也特别呢，因着我们感受到世代的改变，也求神让我们能够把握这样子的机会，能够知道怎么样继续的来尝试更新学生工作的策略。第2点呢，就请为我们同工来祷告，让我们能够更敏锐学生的情况，然后在这当中看见他们的需要，有智慧跟爱心来牧养他们。感谢神，愿主让我们能够在广大的学生事工当中，一起在主里同工，求主引导帮助我们。谢谢。感谢主，我们谢谢文芳传道今天的传讲，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也纪念这些在校园里面工作服侍的这些的同工们，他们在校园里面是相当辛苦的，我们也需要为他们常常来关心跟祷告，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背诵今天的金句，以弗所书3章21节，我们一起来念2次这个金句，让我们可以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一起来念这个金句，念2次。以弗所书3章21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以弗所书3章21节。感谢主，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更明白基督的爱，并且对学生工作，还有对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的福音工作，能够有所期待跟有所这样的一个期望。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关注到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可以用更多不同的方式来做福音的工作。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新力量诗选334首。复兴你工作，主，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期待神的工作能够复兴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可以跟着影片来唱，也可以跟着诗歌本来唱。复兴你工作，主，向你圣徒显现，求你用圣言，让你儿女检点，复兴你工作，主，我
愿主来复兴他的工作。我们一起预备心来奉献，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实体的奉献，所以我们请大家能够按照我们在周报上面提供给大家的奉献的资讯跟资料，然后用这个汇款的方式，或者是周间的时候，请到教会来做这样的一个奉献。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向主献呈。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赏赐我们丰盛的恩典，也给我们有赚取货财的能力，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疫情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在荒年当中得百倍，在这些的困境当中，我们更大的蒙福，并且将我们所得着的来奉献在主你的面前。愿你接纳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使这些的金钱都能够做极大的利用，好让许多的人因我们得祝福得帮助。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因为无法在实体上有聚会，所以我们请大家能够在网络上，或者是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彼此的问候，或者是我们可以用电话或是用 LINE 的讯息，跟我们所熟识的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所关心的对象，我们可以彼此来问候。好，那请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的教会事项，跟我们需要带导的一些的事工。那请大家仍然我们在现在还在防疫的期间，所以一直延长到7月12号都是3级的防疫。那请大家仍然要按照规定。那现在的规定是5人以下是4人才可以所以不能够超过4个人以上。所以请大家要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如果周间弟兄姐妹如果要来到会堂里面的时候，那请先跟办公室先做联系。那感谢主，今天我们的校园团契文芳传道能够来跟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们愿上帝来祝福校园团契的事工，还有文芳传道在各个地方的这样的服事跟侍奉，我们更需要成为他们的代祷支持跟帮助，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主日后我们10分钟后就有这个成人主日学班在使徒行传班即将要上线。那请大家也跟周雄老师联络，或者是上线的同学彼此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联系跟分享，好让想要上课的同学可以彼此来分享上课。那我们因为暂停了实体的聚会，所以除了线上崇拜以外，礼拜4的祷告会也请大家用线上的方式来直播来看我们的祷告会。期待弟兄姐妹在家里面的崇拜跟祷告，我们也一样带着敬畏跟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仍然像是在实体聚会当中一样，愿上帝来帮助我们。那周间我们的小组，我们仍然有线上的聚会跟祷告，那期待弟兄姐妹能够在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就来参与这些的这个小组的聚会，让我们的小组聚会不间断，让祷告也能够不歇息，使我们能够一起来分享在疫情当中彼此的守望跟祷告。那我们高雄区的卫理公会的高雄区的牧者，我们在每一天都有灵粮这个每日灵粮的短片，那请弟兄姐妹来分享跟传递，让我们能够每一天也从上帝的话语来领受祝福。那因着疫情的影响，我们没有办法来举办儿童夏令营，但是现在儿童跟青少年已经开始放
暑假，我们期待上帝帮助，让我们的孩子们在家庭当中不管是儿童或青少年他们虽然是停课，但是不停学，他们仍然能够在家里面有很好的学习。也为我们当中的父母亲祷告，让这些的父母亲能够承担家庭教师的责任，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在家庭当中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那我们也为制服学院的一些活动虽然春季班暂停，但是我们还有一些的活动还没有进行完毕。那期待我们的疫情结束之后，我们能够尽快的来完成。那请也为我们的下一季的学院活动能够来祷告。那我们的神学院延伸班，还有我们的这个神学院的课程，我们在下学期要开新约导论。那请我们如果弟兄姐妹愿意能够有更多学习这个神学课程，那请来跟办公室联系，来做这个报名的这样的一个安排。那我们的教会安排的读经计划、爱读经计划，请大家继续来在每一天的读经当中，我们持续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读经的这样的时刻，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不管是我们小组的读经，或者是我们个人的读经，让我们都能够养成习惯，成为一个有这样读经习惯的基督徒，并且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上帝的话语当中得力量，也把这个力量能够帮助在软弱当中有需要的人。那我们也为着在今年期待上帝给我们有更大的恩典，希望我们能够顺利的解封。那解封之后，我们期待上帝给我们，不管是在人数的增长，或是在值的增长，让我们都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成长。愿上帝给我们加添得救的人在我们的当中。那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也要过一个很特别的时刻。今天是我们的教会的56周年，是我们教会的生日。期待弟兄姐妹也能够来得到这样的恩典。上帝给我们教会设立在高雄这个地方有56年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祝福高雄这个地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荣光堂能够继续在这里为主发光，以至于我们能够来为主来做更好美好的见证。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祝贺我们的教会的生日，并且我们能够成为荣光堂的弟兄姐妹，能够成为荣光堂的一员，让我们能够在高雄这个地方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肢体消息的地方就请大家自行来参阅。我们请弟兄姐妹继续的来为我们当中的这些的弟兄姐妹需要身体软弱的，或者是有一些年长的特别最近有一些需要打疫苗，或者是在第一线服务工作的这些的弟兄姐妹，请大家也继续的来关心。那我们下一周的侍奉特别要跟大家做一个传递，就是我们每个月的第一周都是我们的圣餐礼拜。那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圣餐，但是我们期待我们第一次的举行线上的圣餐礼拜。那请大家在家里面也预备好这样是圣餐的这样的一个预备。那能够在家里面预备这些的备品之后，我们能够在线上一起的来做线上的圣餐礼拜。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请我们一起来唱3一颂，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来唱3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温柔之约，丰富之请弟兄姐妹，我们在位置上站立，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无论在工作当中、家庭里面，或在任何的地方，上帝都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在各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使上帝得着荣耀。愿祝福在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崇拜到这边，我们一同来重诵阿们颂。弟兄姐妹，当我们结束之前，请大家仍然关注我们的这个在投影片上面，我们有奉献的一些的资讯，请大家能够来关注。如果有需要奉献支持，或者是为这个校园团契或是其他的这些的这个机构单位奉献，也请告知我们的办公室。奉献的局号跟账号都在PPT 上面，还有在周报上面，请大家能够来关注。那我们的今天的崇拜到这个地方，让我们一起在殿乐当中来等候，愿上帝来祝福我们。